在伊拉克甲伊朗之间有一个南地，已经有7000年的历史。2016年的时阵，红列做是世界遗产。不过，即马这片真珍贵的南地，当面临可坏威胁，而且政府阁授权，互企业伫咧这附近挖石油，互在地人甲环保团体是烦恼甲袂食袂困。 规定的岛礁物种真多，伊拉克南部甲伊朗交界的虎尾查达马地是有7000年历史的联合国世界遗产，也是传说当中圣经的伊甸园所在地。更较重要是，这是自古以来当地居民用来维生的自然资源。不过受气候变迁这因素影响，这片地格里斯河甲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南马地已经有真侪年因为干旱，山豆豆的打起。 以前是鱼啊真多，水位有6公尺深的乌木纳桂湖，即马水深干的只剩3公尺，甚至真侪所在水深拢无到1公尺。居民烦恼，这水到热天会完全打起。不过看法毋是上环惊吓，因最近发现巴格达政府自2023年已经将火山回收区探勘权交予中国业者。最近工程车已经偷偷开入南地进行地动勘查，予居民维护环境。 挪威起的会堂内底，米桑省的阿布克沙湖村的居民咧烦恼讨论这件代志。因表示，一直到动行旗鼓进驻，才意识到严重性。无偌久进前，这个居民牵牛要去南马地放牛，水牛搁互拄啊铺好的电线绊倒。يعني كاللي شفته بعيني، أنا عندي جاموسات أجيبهن الصبح أذبهن بالهور. عمود يرعن ياكلن وهاي ويرجع العصر عليه. جيت الصبح لقيت آليات اختلفن. لا هو مثلا واحد بحيرات مال سمك. 伊拉克政府讲，石油部甲环境部咧密切合作，确保袂影响南马地生态，也袂进入核心区域。不过，根据发生者摕到上新的影像，这草啊食物已经出现动机海交回分者。波兰和平组织 PAX 也指出，这行被修出一条长1.3公里的土路。 环保人士也烦恼，石油公司虽然讲未干扰南马地核心区，不过事实上因为可能无遵守规定，进一步造成南马地打气。إذا صار الحقل النفط هذا الحقبة التاريخية والحقبة الأهوارية هاي اللي صار لها 7000 سنة。 伊拉克是全世界上大石油生产国之一，石油收益占政府财政收入的8成多，因讲是国家经济命脉。不过，这片代表当地人生活文化甲传承的南马地，佫是一个珍贵的自然遗产。可化过去，雨水会佫带来水源，不过南马地生态若消失，啥物也无法度挽回。公司新闻，洪都梅报道。